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下面张伟民来关心立委高嘉瑜这款暴力的这个事件咱看到讲，伊过去伫咧媒体进前拢是真正向健康的这个形象，但是最近呢，被伊的这个查甫朋友林姓男子暴力对待、言语威胁甚至讲要将这个手机内较亲密的这个影片、相片，拢甲泄露出去。今日伊嘛真勇敢伫咧立法院头前来开记者会说明但是伊一开始咧先回失咧，不过咧伊就是无做唔对代志伊身为这个被害者，检讨伊家己，实在互人看了真唔甘真侪人嘛想要甲这个委员讲你无做唔对，千万唔通怪罪家己啦事件发生伫咧11月11的这个时阵因住伫咧邦桥某一间饭店，伊这查甫朋友啦看到伊咧耍手机甲这个前男朋友传信息较密切啦所以这当阵呢，伊就感觉讲开始接触甚至拳头相向开始拍立委高嘉瑜。另外，咱嘛有讲到这个限制伊2天的这个时间限制伊的这个行动。咱看到讲，这个高嘉瑜将这件代志公开就是卖阁有这个受害者来产生伊讲代志揭开了后，其他被害者有甲伊联络有甲伊直接嘛讲过，其实伊嘛受到这个林姓男子这个恐怖的这个对待。嘛看到讲高嘉瑜伊讲伊身为一位这个立委啦各方安尼威胁，第一时间伊感觉足见笑，甚至唔敢含这个厝内底人甲因讲，伊讲但是呢，伊若无徛出来，其他人安怎勇敢阁徛出来所以咱看到讲，昨警方就开始有一寡这个动作目前呢，咱看到讲。可能有一寡这个灭证，还是讲逃亡这款这个事实啦4点钟来就甲伊拘提到案咱嘛讲到即阵可能这个林姓的这查甫人伊会咱带着4项罪包含着伤害强制罪，阁有这个妨害自由、妨害秘密啦另外，咱嘛看到讲，昨这个蔡总统第一时间嘛来消停这个家己咱讲党内这个立委高嘉瑜啦另外，咱嘛讲到这个部分真正好好来防制啦另外，咱嘛讲到这个金钟骚扰法这个11月19已经3读通过包含着这个监视，也是讲不当的这个追求等等8项这个行为相当会当判5档啦今日透过节目，咱就好好来关心高嘉瑜立委所遭受到这个暴力的这个事件，安怎来去防治啦今日咱做伙来讨论。先来邀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来请富利新知基金会董事陈文威。大家好，我是陈文威。非常感谢。第二位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如。大家好，我是王婉如。感谢委员。第三位邀请律师陈明秀。大家好，我是陈明秀律师。感谢。第四位邀请台北市家庭暴力加性侵害防治中心副主任王依玲。大家好，我是王依玲。感谢咱今日透过这4位女性的这声音，好好来看讲这件事件安怎来去避免。尤其咱讲到立委已经较有权有势但是伊选择把这件事件要甲讲出来，其实伊承受的这个压力比一般人更较大了先来听伊在时安怎讲。那整个过程我是不想再去想了，但是说实话，我人生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讲到叫暴力对待的过程，高嘉瑜一度是话讲袂出嘴。伊讲家己嘛无想到会拄到安尼恐怖真人，佮加上对方掌握到2人亲密的相片佮影片，佮继续恐吓，伊感觉真惊吓，一开始只会当顺着对方。他惯用的手法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去胁迫他的女朋友，不管是我或是其他的受害人，其实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状况。所以第一时间，当然我们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威胁跟恐惧之下，其实也只能顺着他的意思，然后尽量的不要去激怒他。拍人的林姓事后向高嘉瑜讲这是伊第一届对着女性安尼做，佮讲有看身心科的医生有食药不过媒体报道了后，高嘉瑜才知影伊毋是第一届安尼做，高嘉瑜嘛决定要来报案，以免佮有下一名受害者。我觉得受害者可能不是只有我，但是今天这个事件之后，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受害者。那我们今天呢，也一样要跟时间赛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
再检具相关的重要事证呢，来送往这个新北地检署呢，作为检方日后侦办的一个参考。郭家如讲，也是无拄到安尼代志，是唔知影去暴力对待会恐怖甲惊吓，伊用家己的经验来呼吁，所有去暴力对待的人，要勇敢来面对，并且寻求协助。记者张志雄、王德新 SNG 小组台北报道。先来请教当事吼，咱看到讲，这个立委啦，郭家如伊第一时间安尼徛出来，其实咱讲到伊承受的这个压力非常的这个大。头拄啊，伊是被害者呢，伊佫讲我先甲大家会实的。你感觉这个心情吼，伊这个被害者的心情，你安怎去甲看咧？其实我是感觉讲真遗憾啦吼，就是即届阮大家伫遮做伙，阁是为着即款的代志吼。啊，像伊所讲的，伊其实要去做即种决定吼，去徛出来，身为一个真有权力的查某人吼，伊其实嘛是真有power的人，但是伊徛出来，伊嘛是爱思考真济。你着了解讲，即个社会其实对女性吼，嘛是有真大的负担啊。譬如讲，咱拢讲莫去接背着被害人，但是事实就是讲，阮去个案上面的辅导的时阵，拢会看到讲，其实真济受害人，伊咧拄着即种状况的时阵，伊嘛是一直咧想讲，这敢是我的毋对，吼，这敢是讲，其实伊毋是遮尔歹的人，伊毋是遮尔歹的人，是为虾米会发生即种代志？敢是我做毋着虾米代志？吼，所以讲即种的心理吼，我嘛是感觉讲，就是爱需要咱规个社会吼共同一定做伙来合作啦，吼，来合作。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啦吼，这回徛出来，嘛有真济吼，同款受到这林姓查甫人吼，伊过去这个对台这个前查某朋友，拢总吼甲这个咱看到讲甲这个郭家如立委吼来去做一寡这记者，伊讲吼，希望伊是上尾一个这个受害者、被害者吼，同款嘛是做这个政治工作的，咱去过来请委员吼。其实咱讲郭家如嘛是你伫立法院的这个同事啦吼。安尼看到这个事实，安尼讲出来，其实你伫面册头顶第一时间嘛看到讲，这个记者会一个出来，你嘛是感觉足唔甘啦吼。啊，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啊，甲吼过去伊所面对的吼公众人物，伊即阵甲物件承担起来，你感觉伊的这个勇气伫咧倒位咧？其实最勇敢的，因为他都像伊家己讲，伊第一时间唔敢讲出来，都是会惊嘛，惊讲厝里是大人会烦恼，嘛感觉讲可能有一寡见笑，但这毋是对的态度啦，应该是讲唔免惊见笑，其实都应该勇敢讲出来。但是我看但一个查某囡仔伫安尼情形的时阵，拢会足惊的嘛，感觉唔知讲出来，敢会更较严重，还是讲伊个会做出啥物足恐怖的代志。所以我感觉讲伊即马冷静了后，敢来伫记者面前讲出来，其实是真勇敢咯。像伊讲的，伊希望伊是上尾一个被害人。有影吼。希望这件代志啦吼，嘛会当互大家去思考讲，过去咱咧讲吼，咱这个女性吼，不管你是吼，咱讲较一般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咱讲一般的这个人啊，甚至讲有这个委员吼，政治人物，甚至过去咱嘛看到讲吼，真济吼，带伫咧这个富人家内底的这部分吼，这个咱讲吼，真正这个好野人的这个饭碗嘛是歹芳，拢总可能受到这款的这个委屈，啊，安怎甲这件代志讲出来，甚至伫咧证据的这个收集者嘛非常重要。继续咱个来请教律师啦吼，咱只下看到吼，这个部分是伊向这个警方都来先报案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验伤啊等等，去用拍遮证据，安怎去保留吼，这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吼。先来请教律师啦吼，若是真正拄到这款代志，我会当安怎做？拄着即款代志的时候，通常大家拢足紧张的，啊是讲，我是毋是做毋对代志？嘛想讲，可能伊是拄好心情无好，啊是我家己表现无好才会安尼。啊，其实上重要的代志，不管后壁要安怎做，第一件代志就是爱保留证据。OK。那保留证据是因为咱即马通常拢有手机啊，是上简单就是甲你的伤，然后受伤、甲伤。翕起来，啊，佮有录音，录音是最重要的。啊，有点迄方式是会讲，传迄讯息，甲你威胁嘛，啊，你会甲迄截图，会当传出去的，讲莫留喺家己的手机啊。你甲你的受伤的相片，啊是影像，啊是录音的物件，尽量第一时间传出去。哈，你的朋友嘛好，你的家属，安会当大家有机会第一时间来保护你，才袂讲迄情况伤严重的时阵，譬
譬如说，咱有看到迄委员这个情形，伊也伫饭店想，我无确定啊，若是有人发现，还是讲伊有机会，会当有求救的讯息出去，可能咱就有时间较早去救伊安尼。所以我感觉第一个时间的时阵，就是爱有保留这个证据的所在。是，咱讲到吼，这个11月10日这个时阵吼，其实咱看到讲，这个林姓查甫人，根据咱讲今日国家主立委吼，伫立法院头前讲的这个部分吼，讲迄当阵其实伊就伫遐敲伊这个吼卡网吼，啊敲的物件，甲伊的物件拢压伫这个饭店头前，啊其实迄当阵嘛有这个饭店这个人员可能有发现，啊伊嘛有做这个求救，但是这个林姓的这个查甫人讲袂使甲伊斗相共吼，其实伫遮吼，咱若第一时间有发现的时阵，可能嘛袂去拍了遐尔严重，甚至限制行动自由这部分吧。是，我感觉这件代志是足可惜的所在，就是讲饭店的人有看到的时阵，其实饭店可能会想讲这是因的隐私的所在，但是其实。现场较严重的时阵，至少你爱应该是通报，和警察去查。就是讲，其实咱社会一般人，咱其实爱较家暴的。咱想过讲，比如说咱也伫咱厝内底听到邻居伊来相拍、相骂的声音，其实爱去关心。有阵仔时咱会惊，你打电话给警方啊，下迄管区的人去打电话，还是讲去弄门，拢是对这不管是受害的人，拢是好的机会。有影啦吼。当然，迄当阵，这个林姓的查甫人是甲伊这个立委吼，这个手机啊，甲伊没收起来吼，所以袂当互伊甲这个外口有这个另外这个指接吼。啊，当然吼，这个饭店这个事件，咱可能吼，伫咧未来这个检警的这个调查，可能较有这个咱讲较实证的这个证据吼。但是咱继续要来请教这个副主任吼，咱若是用一般性来看，莫讲到吼，敢若针对到吼立委国家组这个事件，一般来看吼，其实咱伫咧家庭暴力防治吼，还有这个性侵害这个部分。咱会当安怎去介入？虽然这件代志，咱这阵也无看到讲介入的这个机会之外，但是伊是主动来去调查，但是就一般性来看，咱会当安怎来去帮忙？好，头拄啊律师有讲吼，其实咱每一个人，咱的家暴防治法，其实伫个民国87年通过，88年开始实施。到今日其实已经20几年，咱的是嘛是亚洲第一个，好啊，所以其实咱的民众伫个咱长湾伫个台北市，其实咱的民众拢真家暴。OK， 好，阮定定都会接到，可能头拄啊律师有讲到讲，隔壁咧冤家啊，有听到冤家的声音。OK，甚至阮定定接到就是讲男女朋友伫个路边插头拄啊安尼，相拍还是相骂。其实阮就会接到这种通报，通报了，那阵其实普通人有危险，其实阮会先叫警察 ，OK， 马上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就会随去，先处理伊当场的情况。那咱的家暴防治法吼，其实是伫个警察啦、社工啊、医生啊。护理师这的人吼，其实拢是属于叫做责任通报人员，就是因若伫个工作当中知影讲啊，这个人来看医生，啊，伊这种看起来就是应该是互拍的，其实医生甲护士，伊就会直接甲伊通报，免问伊的，免问啦，免问伊就会通报来，通报了阮。家暴防治中心，咱各管系拢有嘛吼，接到了，阮的社工就会主动甲伊联络，是，吼啊，看伊是需要，譬如说爱医疗，还是爱律师的服务，还是伊有需要先带一个安全的所在，阮叫做庇护，吼，阮拢会使甲伊安排，啊，最主要就是先安排伊的安全，啊是讲伊若阵哦。因为这个事件，伊足惊的，定定拢困袂去。阮阁会使甲伊安排咨商，互迄专业的心理师还是咨商师来甲伊帮忙。好，所以这种服务其实大家真正毋是干那查某会互拍，其实阮的实务上嘛，足侪查甫的会互拍。啊，但是上重要就是头拄仔咱大家拢有讲过，迄毋是伊的毋对。好，要知影讲是毋是我发生啥物代志啊？谁会使甲我帮忙 ？OK， 恁咧处理的时阵有拄过迄种，就是讲我已经去用暴力这个对待啊，有的人也是无愿意恁的这个协助的，有无？哦，有真多。阮的伫个案件，以咱全台湾吼，一年差不多1万
差不多15000件，105000、5万，差不多15万的案件。阮台北市差不多一年差不多15000，吼，15000件。伫遮内底大概有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这种亲密关系。OK。翁仔某啦，还是离婚啦，还是这同居的这种亲密关系吼，会暴力。啊，内底呢有大部分拢无想要互帮忙，因为第一，伊可能有一寡囡仔监护权的问题，是，吼，啊是咱有一部分的妇女，伊是家己无啥物趁钱，吼无钱，所以伊可能就是经济上还有一寡依赖啦，伊无经济上无独立，所以大部分拢是因为囡仔啦，伊会感觉讲啊，我若离婚，啊我若分开，啊我囡仔要安怎？吼，所以因就有一寡，所以爱有专业的人来甲帮忙。其实遮个拢是有法度处理，啊有当时啊，就是伫家庭内底，可能时大，啊是爸母拢会刻意讲啊爱啉来，但是我定定讲吼。其实忍耐是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有影，亲像这个立委吼，真正伊讲，真正伊做伊吼，就是咱讲上尾一个被害者，哈，甲即件事件吼出来，啊，甲进前者这受害者，拢甲伊 call 我来吼，这嘛是一种真勇敢的这个表现。头拄咱讲吼，真侪人唔敢出来吼，咱嘛讲伫咧辅导者爱加加用心吼，咱过来请教吼，这个董事啦吼，伫遮咱会当安怎过去帮忙咧？是我感觉大多律师讲的一件代志真重要，就是讲啊，佫有中心的主任讲的，就是讲，阮唔惊讲吼，即个代志爆发，阮是惊讲即马你唔知影去倒位找人斗相共，这是上重要的。所以大多律师讲的，就是讲你爱甲你的证据吼，唔是干那你家己保存就好，你爱摕互你的朋友吼，你爱第一时间就是讲你爱有一个社会的支持爱入来啊，就是讲譬如讲你即马你。感觉怪怪，迄种怪怪，阮大多讲的，佫是讲高委员，伊是真正去互拍，啊，但是真侪伫家庭暴力内面的个案，其实真侪，譬如讲言语暴力，吼，譬如讲其他的控制你的行踪啊，什么的，这种其实嘛是准绳，啊，但是讲真侪状况，咱拢无这种警觉，吼，唔知影讲其实这以后可能会变做真严重的代志，所以就是讲爱有一个习惯，就是讲阮爱有。一个社会吼，大家做伙，咱的社群，你的朋友，你的后头厝，你的家人吼，拢爱知影你的状况，因为那爱有安尼，才有可能讲，譬如讲，大多啊，迄个主任讲的吼，才会摕你斗相共的，才会资源才会入来啦。有影啦吼，咱讲到吼，即个家庭暴力吼，啊过去咱一般认为拢是讲家庭内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吼，即个部分已经有小可改变吼，就是讲过去啊是讲即阵要有即个亲密关系吼，即个吼同伴还是讲情伴吼，拢总受到即个法的即个保护啦吼，所以伫遮咱就吼，甲即个zan处较拍好开啦吼，所以咱看高嘉瑜因拢还未结婚，但是因为可能有即个亲密关系，啊当然呢，即个临时的查甫人就用即款的这亲密关系，甚至是这亲密的影像做威胁吼。啊，昨咱嘛看来讲吼，警方家拘提到暗的这个时阵吼，咱讲有4大罪可能会去甲吼，咱讲来甲吼对救了吼。啊，这阵咱嘛来先看这个报道。那为什么要跟议员动粗啊？没有。为什么要打女人？没有。是还有拍不雅影片。无论媒体安怎甲问，这个查甫人就是坚持讲伊无做这个代志，伊就是涉嫌甲民进党立委高嘉瑜起骹动手，还佮爆出限制对方人身自由的高嘉瑜现任的男朋友，且伊去互警方铐手铐，为邦桥的饭店躯体到案。最主要会采取这个比较紧急的这个状况，紧急的搜索，以及这个具体的动作哈。最主要就是避免哈，因为这个媒体的大幅的报道哈，导致这个证据的湮灭，还有被告逃亡。11月30日，高嘉瑜伫律师的陪同之下，去派出所报案，检方嘛主动分案侦办，而且认定这个涉任的男性，还佫涉嫌甲伊拘禁、甲强制等罪，犯罪嫌疑重大。因为安尼，伫迄天的暗时啊，就甲法院申请搜索票甲躯体票。检方表示，躯体过程是真顺利，8点钟内就甲嫌犯躯体到案，而且查扣伊的手机啊、甲随身碟等等的物件。是依照这个告诉人哈，也就是这个被害人的指数哈，认为这些这个随身碟或者手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私密的这个影像或者照片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暂时就是先予以扣押。
因为这个性质的嫌犯，伊的手机啊顶顶的物件内底，那像是有高嘉瑜甲其他的女性温书的影像。检方强调讲，针对查扣的物件，会以秘密文件的方式来处理甲查验，嘛袂当甲任何人泄露其中的内容。若敢也有其他的人受害，专案会向伤害、私刑拘禁、强制、妨害秘密等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到高嘉瑜立法委员吼，其实咱讲到伊立法委员这身份，啊，另外来讲，林姓查甫人用这个私密这影像来个威胁，啊，其实这个影像吼，若是在传播出去吼，其实对伊的这个伤害搁较大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检警吼，这嘛是吼大动作，希望讲这个证据吼先保全，啊，慢慢互伊搁传散出去的这个机会吼。其实第一遮，这嘛是一种数位性暴力吼，啊，其实这个委员今日会知吼嘛用到这篇这个事件吼。发文一篇啦吼，咱讲到伫咧法院倒伫遐倒真久吼，侵害性私密影像防制条例吼，这部分咱也搁会当做啥物？性私密影像防治法，即马是讲啊，未真侪人提出来安尼法案，阮家己嘛啊伫处理当中，因为讲这物件是随着这网络的时代愈来愈。定定发生，啊，但是讲按怎来处理，其实大家拢在叫你想，比如讲你翕这个影片的时阵是伊愿意还是无愿意的？你是家己看，家己保留，还是讲你有互朋友看，伊知影无？啊，佮有讲你有传出去无？啊，佮有来做这种威胁的代志哦，还是讲无透动的这个犯法的事情？这应该有无同程度的规范，啊，佮有相对应处理的物件。所以讲，伊其实有淡薄仔复杂，但是阮感觉讲中这一定要用专法来做处理。啊，这不同样态的东西都一并来做处理，才是较好的做法。啊，即马其实有看到委员开始伫思考，那感觉讲有很多民间团体嘛，伫来讨论，但是讲啊，袂讲足完整的，但是阮感觉这件代志最重要嘛，希望讲明年后一个会期可以来处理。是，当然是透过这个高嘉瑜立委吼，这件事件看会当较紧来去推测无，但是咱讲这个法的这个立法吼，袂当拢总发生代志时阵，吼，咱才要去注重较注意啦。啊，其实咱嘛讲到，伫咧法的这个展出，咱头拄也看到讲吼，检察官伊就讲到，希望莫有这个吼，这个证据消失去，也是讲佫有传散的这个机会，继续佫请教律师啦吼。伫咧这个部分，咱就讲到吼，甲防治吼有关系啦吼。咱讲即阵可能是有这个妨害秘密的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妨害秘密的所在就是讲，因为伊迄伊家翕的影片有可能伊要家流出去，是，所以这都有可能会造成说他的伊的隐私的侵害的部分。啊，其实这种代志不只发生在一个这种亲密关系尔 ，OK， 就是说，因为即马咱就是翕相真方便，嘿，所以大家定会甲迄影片就是翕。的私密的影片，翕的咱可以手机来的。可是其实咱手机有等下，譬如说上传到云端，然后随着散播出去，其实伊的散播范围，足快，而且通常只要散播出去了，你就无法度控管那个风险源啊。所以其实这个妨碍秘密这个部分，其实它是会影响到，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一做重要的所在，而且通常就是迄影片刷出去了后，其实伊本人可能都唔知影，有一天可能是咱朋友看到，甲伊讲的时候，伊才会知影。所以其实对这部分，咱即卖的妨碍秘密的处理，其实啊个无较周全。所以就是拄则委员讲的迄私密的那个影像的部分的法案，其实足重要的，对。伊是一个这个专法吼，啊，过去有啥物法会当处理，还是讲即阵会有啥物法会当去处理无？即马咱若讲你要是如果说你也是同意拍摄的，其实它就不是秘密了。OK。可是伊也散播出去，伊可能有妨碍风化，或者是说它那个流通不雅的一些照片的这个罪名。是。但其实伊的罪名上调的就是讲，其实无处罚无加当 ，OK 啊，其实对于迄就是咱有看到讲啊，犯这种领域的罪人，伊其实也重复再犯 ，OK， 而且伊的处罚伊的甲这伊摕到的影片摕出去卖 ，OK， 啊卖了，佫会当卖做者手的，所以其实咱有看到做者犯罪的手法，就是利用这个方式，但是因为伊
判无当，所以也个一直重复这样犯罪。对，阮伫实务最近嘛有发现，应该是委员办公室的陈情案里面都有这种代志。是，所以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再个好好讨论，还是讲委员会当就这个单情案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即摆这商品案捞出去，比较像是妨碍风化，就是讲国家感觉讲这对社会无好，我来罚你。但是事实上应该是来保护当事人，但这才是较对的做法。才讲即摆的法律其实真无够嘛，角度嘛就无共款的啦，因为这是受伤的是当事人，不是讲对社会无好，应该是来调整这部分。妨害风化吼，都是讲对社会这个影响，但是咱讲这个侵害性私密影响防制条例是要保护这当事人的这个部分吼，所以这未来咱嘛毋忙这个法会当伫今年已经是12月初1啦吼，所以伫明年才会当赶紧来去推敲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吼，这个副主任吼，头拄仔咱讲到吼有这个妨害自由、妨害避免这个部分吼，咱讲妨害自由这个部分，可能嘛是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个环节啦吼。另外咱就讲到妨害自由这个部分，伫咧实务上啦，咱会当安怎搁去看咧？我应该安尼讲啦吼，其实家庭暴力伫咧咱104年有一届最新的修法，伊大概包含了3个部分。是。第一就是就是用拍的，对你身体有伤。好，第二就是头拄仔讲的用，甲你敲洗，甲你踢笑，还是甲你凌迟，互你伤害你的自尊这种精神上的虐待。第三，伫咧104年有个修法进来，就是经济上的控制、胁迫，是，好，这拢是那包含的是咱所讲的恐怖情人条款63之一，就是针对16岁以上无同居的亲密关系，是，好，这种的拢伫咧即届就甲修进来，就是希望会当扩大咱的规个家庭暴力的保护的范围，就是因为咱的社会其实都有这种案件。OK。头拄仔主持人甲其他的来宾有讲到数位暴力，就这种私密影像，其实伫咧阮实务上其实还蛮多的。OK。好，尤其是咱年轻的小朋友，男男女女，因伫咧交往的中间可能就是无啥物代志啊，即摆手机拢足方便的。好，我就捌拄到这种案例，就是大学生还唔是一个两个吼。结果伊就拍，就是可能伊就讲我想要看你无穿衫的形体，然后结果分手的时阵，查甫的就讲你迄个时阵，互我看的时候我拢有留开哦，然后就甲恐吓讲我要甲你散播出去，你明仔载咱的同学内底拢会接到哦。结果其实后来阮有帮助这个被害人哈，就被害者伊去。就法律辅助啊，结果检察官检查过，应该是无，但是上可怜的，头拄仔咱的李伟嘛有讲，其实是这个受害人，阮帮助伊做足多的咨商、心理辅导，一直感觉讲伊有甲我留开，就到时阵册也无法度读，工课嘛无法度做，因为一直感觉讲有这件代志。心理上有一寡阴影。对，即马其实若讲有这种被害者，阮知影了后，其实阮拢会甲警方合作，就是会透过iWin，就是甲伊帮助，伫咧网络上拢下架。但是头拄仔咱的来宾拢有讲过，有一寡人伊就是有原始的影片，可能过一寡时阵了，伊搁走出来。所以那个我感觉，迄对被害人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咱嘛是爱呼吁咱的民众吼，厝内若有较细汉的查甫吼囡仔，是大学生，就是咱尽量都爱避免去翕这个物件啦吼。对，不管你是愿意也无愿意，因为即摆愿意无一定买手，伊要甲你压出来时阵，袂出代志。有影啦吼。吼就是讲这种物件，咱若无一开始咱无翕。就无后壁这吼，若读戏话，迄就搁另外一件代志。OK， 所以就是咱来甲咱的较细汉的年轻朋友吼讲，就是爱
要爱惜自己啦。是，当然，这个事件吼，这个咱讲到吼，立委国家族这个事件是，咱讲不管伊有同意也无同意吼，伊拢是用这林姓10甫人拢是用这个来去做威胁、做借口啦吼。啊，尤其伊是一个公众人物，咱头拄嘛有讲过，伊若是这个物件接得出来，对国家族这个委员吼，可能伫咧政治生涯是伊个人这个部分拢会受到真大的这个伤害吼。但是咱搁讲转来吼，这回咱会讲到立委国家族是非常这个勇敢，会当徛出来，啊背后吼，其实有一寡这个人来甲斗支持啦吼。但是咱讲到这个家暴令啦吼，到底爱申请啊无申请，这嘛是一个大重点啦吼。啊，其实咱嘛有看到讲，啊其实家暴令有3种方式啦吼。啊，这回伊无申请，但是咱嘛呼吁讲，其实对家己来讲，是毋是申请嘛是对一种对家己一种保障咧？是可能小咱咱的律师会当做补充吼，遮个制度。但是其实对阮妇女团体来讲，其实申请这个保护令是一个保障无毋对。咱的法律嘛定了介好，但是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对这个女性来讲，拄到这种代志的时阵，伊是规个生活去受到真大影响。真侪状况是讲，第一是你摕到这条纸 ，OK， 啊，到底伊敢有真正有？甲你保护到，是，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譬如讲，我拄仔讲的真复杂的关系嘛，就是讲，这个是我的翁，吼啊，我甲伊做伙食真久啊，我无相信讲伊真正会安尼对我，所以对伊要有感情，可能无一定讲伊摕到这保护令，无得开搁转去啊，这是一种状况。第二就是讲，有的时阵，这个受害者伊。譬如讲，伊嘛是想要离开，但是拄仔讲的真侪状况，譬如讲，伊有囡仔的代志，啊，伊有经济去互控制的问题，啊，佮有的时阵真恐怖，就是讲有的翁，阮有了解，就是讲伊会走去即个女性工课的所在，加骚扰，吼，当然这会当直接甲处理啦，但是就是讲。对这女性来讲，伊的规个生活吼，伊都爱思考，啊，佮去做真侪的调整，吼，这是真困难的一个决定，吼。啊，过来就是讲，其实你即马上好的状况就是讲，你真正摕到这个保护令，啊，你嘛真正有执行啊，吼，啊，伊嘛拖去关啊。其实真侪人佮更加紧张，就是讲，这人以后若放出来啊，伊敢会佮继续甲我，譬如讲来甲我保护，因为这防不胜防嘛。所以就是讲，我感觉我嘛是爱佮讲一遍，就是讲，阮的法律定了介好吼，真先进，咱的法官嘛真拍拼，啊，佮有阮的家庭中心吼，真拍拼，迄个防治。但是阮大家嘛是爱较加步的吼，就像拄仔委员甲迄个阮的律师讲的，咱爱较加步的吼，看到这种状况，其实你家己爱讲出来，啊，而且大家嘛爱去协助啦，吼，啊，迄观念嘛是爱改，就是讲。女性毋是弱者，吼啊，女性家己你要有信心，就是讲你的生活有真侪可能，吼，莫感觉讲就是真传统，感觉讲啊，我去用跑就真见效，啊，我若是离婚就真惨，吼，这种观念其实咱时代真进步，应该改啊，吼。有影，咱头拄讲到3种保护令啦，吼，有通常这家暴令、暂时佮紧急的，咱先搁请律师来甲咱说明一下啦，吼，这3种无共款的所在。咱3种保护令内底就是紧急的，伊就是你真，譬如讲行拍甲真严重，送到病院了，就是迄检察官还是讲警察来当帮你马上甲换医申请。OK。通常保护令就是你爱书面啊，当事人伊来申请啊，其实迄嘛是爱回到说你要自己保护自己啦。暂时的，就是讲，你也咧申请通常的保护令时间的时阵，会当先合理，因为法院审理有一寡时间嘛。那可能来讲啊，你也真有需要，想会当即个申请的期间，会当合理一个暂时的保护令安尼。但是咱其实真是咱台湾即马对于迄保护令的核发，其实法官是用一种较保护受害者的方式，就是讲，毋是讲较严格的一定爱见骨，就是伊看到有可能有航拍，还是讲有行人加骚扰，还是虐待的情况，伊来核发。但是其实像拄则董事讲的，就是讲。唔是讲拿到这个保护令，你的安全啊啦。其实最重要的嘛是讲，我嘛这个当事人伊好做侪年才行出来讲来申请这保护令。就是讲而且伊嘛唔是拄则讲的迄经济依赖，伊嘛唔是拄则讲的迄有囡仔的，伊就是伊足够趁钱的，伊的厝，因兜的厝。
两间拢伊买，但是伊的问题就是讲，伊无法度去面对讲，伊选的这个人，既然是一个无好的人，所以经过足久的时间，伊有一天偷偷离开厝里，伊嘛毋是讲知影报警，然后警察来嘛毋是，伊是讲啊，我要去找我的朋友，咱偷偷离开，再来申请保护令。我今摆讲想讲，伊保护令嘛核发下来，但是伊其实伊就是爱住在一个人找无伊的所在，因翁找无伊的所在，无伊嘛毋知影讲啥物代志会发生。虽然咱有咧保障讲100公尺，也是讲1.6公里啦吼，所以伊讲找一个虽然有这个保护令落来，但是伊嘛是还佫有惊吓。对，所以就是讲保护令确实会当保护，但是做这个时间嘛是，做这个时阵嘛是讲咱的就是受害者伊家己要有想办法，伊的支持系统，伊的朋友，甲是伊的其他的家人，而且伊嘛爱想办法让自己安置在一个就是伊刚刚会当安全的地方。无伊敢有的人敢是想着讲伊永远要困。会人来弄门无，伊就会惊啦。所以其实上重要嘛，其实爱是吼那个受害者他的自觉意识。是。我感觉这背后就除了说咱的法律的健全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讲咱的教育内底有教咱一般人如何去相处爱情这件代志，还是讲家庭这件代志，就是讲你结婚的时阵，你要安怎参另外迄个人。去相处，还是讲你谈恋爱的时阵，你是要安怎参迄个人去相处？其实这是最重要，但是咱的社会内底应该最少去讲这件代志。所以做者人受害时阵，伊拢会想责备自己。其实咱从咱的价值观、咱观念是做关系。所以感觉最重要的其实是讲咱的社会是咪当讲去友善，说这个议题的是讲给我们不管是年轻一代的人，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未来的社会教育里面，是不是有这些元素这样子？伫咧教育展出会当搁去加强吼。继续搁请教委员吼来甲咱做这个保护令的补充一下。这就头我拢律师讲，其实真完整啊。大部分人是讲，我知影有，但是我敢去申请无，嘛惊讲互人报复嘛。所以刚刚律师讲这教育的部分，我感觉最重要。阮常常拢会讲，你搁细汉，你莫谈恋爱，莫讲感情，但是拢跟真足期待，因讲伊变大人的时阵，会选到一个好的人，然后可以有很好的感情关系。但是这是无可能的，其实是感情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嘛，需要去了解，讲安怎相处啊。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是啦，这个爸母拢讲也袂当谈恋爱啥，但是买手发生代志，也是讲其实要期待伊找到一个好翁婿、好这个对象吼，其实拢是真困难的。你无好好教育吼，同款吼保护令的这个部分吼，伫咧实际上吼，咱会当安怎注意，也是讲这个申请的这个部分。好哈，主持人就是讲还有咱几个来宾吼，我大概讲一下，其实阮社工定定。帮助阮的个案吼，申请保护令。是。头拄也有讲过，其实三种的保护令，不管是紧急的还是暂时的，其实伊后壁拢爱有一个通报，通报。那伫个保护令真正毋是万灵丹啦。吼，大家一定爱知影。上重要伫个保护令内底，其实有10几款。第一就是袂使拍。第二就是袂使骚扰 ，OK， 好，第三就是远离，好，就是迁出跟远离，其他后壁佫有上重要伫个104年了，佫有针对施暴者，有制定一些治疗的条款、认知教育等等，所以呢，其实咱的被害人上重要就是你会当去求救，甲社工讨论，其实社工拢会使来甲帮助伊。那我家己的经验就是，我曾经帮一对翁仔某，因两个冤家真严重，但是呢，因无想要离开，所以我叫因两个就申请一个保护令。保护因家己安尼。对，但是我甲讲哦，恁逐年要冤家的时阵，拢会想到恁中有一张保护令。OK。好，因为违反保护令哦是属于公诉罪。好。你一旦违反了，伊就是公诉罪，好，袂使原谅，毋是讲我要告唔告的代志，所以我就甲迄对翁仔某讲，恁两个嘛是会使困做伙，因为你就是
勾第一款跟第二款嘛，袂使拍，袂使骚扰，好，袂使干嘛啊？但是困做伙你莫做这代志就好，好，所以保护令最主要毋是大家讲的讲一定就袂使带斗阵 ，OK， 好，主要就是讲，互因两个会使练习安怎沟通，安怎讲话，莫用迄种口舌啊，吼，因为无想要分开嘛。啊，若准分开，通常阮伫咧实务上，是安怎会申请保护令？第一就是讲，即个人可能会继续受伤，阮感觉伊会搁继续受伤。第二就是讲，伊有危险，可能伊受伤的会愈来愈严重，吼，这是上重要的。那第三就是讲，哦，伊的情况真正是已经有危害到生命，譬如讲，伊大概手腕拢是掐脖子，吼，啊是用棍啊讲，这就是较危险。你若一个无小心，就会受伤。所以，阮就会鼓励被害者伊会来申请保护令。啊，阮社工其实伊若申请了，有的人袂晓写，阮规个拢甲写。啊，查紧急保护令足紧的，免开庭。4点钟。阮传真去法院，中午传真进去，下午4点就核发了。好啊，那个当然就是一定是足紧急的，所以只有3种人会使申请。第一就是社工，就主管机关。好，阮台北市政府就是阮家暴防治中心。第二就是警察，第三就是检察官。好，所以阮在实务上是都会这样做。是安怎被害者伊无想要申请，或者阮实务上就是社工咧，甲准备一寡资料送去啊，结果开庭中伊就甲法官讲我要撤销。哦，吼，这足多，是，就是因搁和好啊。OK， 吼所以因为伊这民事保护令最主要就是保护这被害人，所以伊若准真正无要申请，有当时法官会叫阮社工讲，阮社工就甲讲。爱申请，无申请会出代志。OK， 所以阮实务上像这种如果比较严重的，法官也会传我们去。是，有的就是讲伊也有感情啦吼，但是讲有这个暴力的这个肖像的这个现象也是有，但是这个感情的这个牵挂吼，无法你简单甲伊放下去。所以其实社工拢会使帮忙，因为阮唔是干那帮忙被害人，阮的家暴防治中心的服务里头各有。辅导加害者，辅导这阮讲的相对人 ，OK， 好，因为普通因伫这亲密关系这翁仔某内底，就是沟通的问题，所以两个人拢无帮忙，其实嘛是无法度，是，好所以若准无想要分开，其实唔是讲我上电啊面对就是有一寡加害人先生吼，大部分拢先生伊就来骂我。讲阮社工拢是害人离婚的，我讲阮哪有？其实你若无想要离婚，你就无肯离啦吼，就是无肯离，就是安怎帮助恁会当较好阮就鼓励先生伊就去上课，好，跟老师谈一谈，老师教他怎么样说温暖的话，怎么样赞美太太，怎么跟太太良好的沟通。太太这边阮嘛是会甲帮忙 ，OK， 好，甚至于心主就是夫妻一起，好，翁仔某。到庭去甲諮商師談一談，幫助他們，就是幫助因會使有一個真正較正常的或者較正向的親密關係啦。OK， 較正向的吼，咱就講到吼，這個全台灣差不多有5名負責人吼，都有1名受到。咱講吼，這個偵判暴力的這個對待，但是親像頭拄副主任所講的啦，感情的這個牽掛甲依賴，甚至有這個囡仔。咱講這個部分啊，咱護理心地內底有這款的這個個案無？有誒嘛是抑閣真愛，但是就是會向安尼對待，有無？是啊，真濟吼，因為阮護理心地內面有一個熱線吼，就是講阮有志工，隨時這嘛是愛宣傳者，講除了家暴中心以外，像阮護理心地嘛是有這款的專線吼，恁有啥物問題？吼，譬如講你伫恁厝裡感覺真危險，還是講甲翁冤家啊，還是發生啥物代誌，攏會當敲電話入來吼，這是愛先講。啊是講，阮因為有這款的熱線，我嘛接觸到真濟人吼，就是講，我感覺迄是觀念啦，就是大多委員嘛講啊吼，阮的主任嘛講啊，就是講，阮的感情教育其實就是。我感覺就是大家攏唔知影好好啊談戀愛，好好啊溝通，傳統的觀念內面，譬如講大多主任講嘛，就是講恁攏害阮離婚對無？其實唔是安尼啦，其實主要就是講，阮是希望講吼，就是大家學會怎麼樣好好的去溝通，而且
其实这件代志是大家拢爱做。阮家其实拄着都是真济太太打电话入来讲，我感觉应该是我的唔对，佮转来就是阮检讨家己啦，开始检讨家己，就像阮一开始就在讲的吼，就是检讨家己，啊，佮会怀疑讲无，而且阮拄着上严重就讲伊去用拍，啊拍落了，伊讲无呢，我感觉伊是为我好，为我好，一定是我无乖，啊无伊摕我的手机去，无伊是爱我，伊是爱食醋 ，OK， 吼，伊是爱我，伊会食醋，所以伊想要了解我的行踪什么的。我啊，这款的观念哦，毋是敢若老大人有哦，真少年查囡仔嘛是有。譬如讲，阮即摆的影片内面真侪迄，譬如讲好莱坞的电影，像迄格雷的50道阴影，这种的 ，OK， 也是霸道总裁，这种的吼，戏剧题材一直去宣传讲，有的时阵这种小可有暴力的，也是讲有这种控制的爱情吼，才是好的。其实毋是安尼吼，阮感觉讲，就是伫遮阮妇女心底爱个呼吁啦，就是讲。咱爱用一个上平等的吼，上互相尊重的。若是真正爱你，伊是袂去甲你动手，袂伤害你。应该是甲两个人感觉真和谐、真快乐，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爱的关系。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爱的关系，爱透过这个教育啦吼，等等的这个部分，拢爱去加强吼。啊，咱嘛看到讲一个亲密关系吼，这个部的这个调查吼，自2015年吼。啊，其实咱拢看到吼，差不多拢是6000外件这个部分啦吼，这是有通报的，啊，若是无通报，可能乌数还阁真济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精神暴力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这个差不多吼做20.92%啦吼，这个肢体这个暴力吼嘛差不多8.63%，性暴力6.78%啦吼。另外，经济暴力吼4.39%，啊，若是对甲这个小扰吼，这个嘛有3.79%啦吼。所以，咱即阵阁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立法院吼。伫咧三读通过11月19，啊，今日是总统签的这个咱讲吼金消法的这个部分，先做来看。恭请总统签署法令。总统串门正式签署金钟骚扰防治法，宣告生效，搁伫咧6个月了后实施。金骚法11月19伫立法院三读通过，明定定义。8大金骚用态包含监视就伫遐。对伫后边顶，相当应处5年徒刑。若有一直犯罪，应有风险羁押。蔡英文也讲到陪伴如事件满25年，强调这是落实性别保障防治重要一步。有了这部专法，未来对于不当的跟踪及骚扰行为，公权力可以提早介入，提早防范危害。在这条路上，我们永远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全体的国人的生活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安心。最近有真侪金骚暴力事件，加上民进党立委高嘉瑜和10部朋友施暴，蔡英文就此宣示政府执法的决心，也爱警政署赶紧完成教育训练加必要尽力情报。立法院民进党团也开记者会，专接相关高嘉瑜。我们谢谢嘉瑜站出来，也会支持他，也为他一起加油。我们家暴法1998年就通过，2007年就把它扩大适用到同居关系。立委表示，任何暴力都应该被谴责。在这摆事件当中，显示家庭暴力甲无经过同意的私密性影像，应被用来做威胁的武器。目前已提出的专法草案已经一度付费，也要求法务部赶紧立法。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立法院伫咧11月19吼三读通过啦吼，咱讲这个金消法啦吼，咱讲吼有这个监视观察，也是讲不当的这个追求吼，咱看到讲过去有一出电影吼，这个当男人吼乱来的时阵吼，迄当阵嘛讨论讲，这个不当的这追求到底是虾米款的这个爱吼？甲头拄啊咱讲吼，当时所讲的吼，这个较霸道的这个爱啦吼，咱讲真正的另外一种思考的这个方式，也是讲吼伫后壁甲你对啦吼，啊寄物件一直送互你的吼，这个部分吼，也是讲。其实也是讲吼，甲你看歹啦吼。另外就是吼，透过真正爱无啊，妨害你这个名誉啦吼。另外，伫咧通讯啊，你事实上伫咧 LINE 啊，是讲伫咧信息一直接到，咱讲无必要的这个吼通讯啦吼。另外，盗用你的这个个资啦吼，咱讲这个被行为是相当判5档吼。继续来请教委员吼，这个立法院这个三读了后，其实嘛是一个进步的法案吼，你咱解说一下。
之前一开始是无遮侪样态，敢若4种的款，但是我有看到讲真侪社会事件，这2年其实一直发生，就是讲跟踪之后啦，甲伊杀害的这种情形嘛，有伫学校内底嘛有伫职场上拢有，所以讲阮看到这个代志，应该是讲头前落咱甲预防，不是讲代志发生之后再想讲要安怎办，所以才会说有遮侪立法委员拢讲跟司法最重要的，然后大家来共同协力来提出咱的法案，然后把它更完整，变成8种无好的行为拢该涵盖进去。是，当然咱讲吼，这8种样态啦，但是伫咧实际上，是毋是这个律师上，还是讲律师伫咧譬如讲这当事人吼，若要去追究的话，其实这块头顶有一寡这困难的部分无？因为这个部分咱法律都通过呢，而且伊是6个月后，就是总统今天签署嘛，伊要6个月后才会当施行，所以其实咱会当这个法律真正会当有路用的时阵是明年的5月的时阵，但是我来看这个法律上，因为伊的即卖内底的规范的犯罪样态里面，其实我足侪以早当事人找我来讨论的时阵，拢有这款的情形，就是讲一直寄物件下你，寄内底批内底送足侪物件，啊看起来是好意，啊法律拢无法度。OK。啊嘛真是有，迄就是逐工就是带你转去的，啊伫路中安尼，其实你找警察，还是讲找什么人，其实拢无法度。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法律形态，该应该当来保护这一款犯罪可能的被害人这样子，就是讲咱把现在以前那个犯罪的认定，等于是提前到了就前阶段。当达到就是说提早预防的一个可能性。OK， 伊咧做预防的这个工作啦吼，啊，这个家庭暴力法的这部分，可能有当时啊，嘛是这可能这个对象也是有小可无共吼，这家庭暴力。嘿，伊对就是咱拄则家庭暴力。亲密关系。对，还亲密关系，还是讲家人，还是夫妻关系，但这是无遐个关系人，对，系一般的人拢会当。来去适用啦吼，是，所以这个实务上吼，咱讲明年啦吼，这个今仔总统签过了6个月这个生效的时阵，咱个会当来看吼，这是徛点伫咧这个预防的这个部分啊。当然，咱咧讲吼，恐怖情形有足侪种的这个样态啦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有当时啊，第一个时间吼可能爱甲真好，但是。买手一寡这个小动作，你就当认捌这个人，可能一寡无共款的这个所在，咱迄当阵可能都爱有一寡这个警觉性吼，啊，避免行到遮，也是讲伫咧家庭暴力性侵害，嘛是有一个防治的这个措施无？咱继续要请教副主任。是吼，咱第一就是咱民众若咧谈恋爱的时阵吼，其实恐怖情人吼，伊拢有一寡样态啦。第一就是控制，真就是讲。伊对一寡，譬如讲，伊会甲你转来了，会甲你翻包包，会甲你讲，你的手机啊，袂使锁，爱互我看，好看你的朋友。真事上听到哦。啊，对，啊，然后上重要就是伊真够食醋。OK。你含隔壁的阿伯讲话，伊拢袂使你。OK。好，就是讲，毋是干那查甫会食醋，查某会嘛会食醋，所以，阮伫咧实务上吼，食醋是一个足危险的征兆。OK。吼，若阵真严重啦，吼，就是讲伊感觉讲，你袂使甲别人讲话，你讲话你就是可能咧抛媚眼，吼，诸如此类。啊，第三就是伊的情绪呢，伊的情绪呢起伏足大的。OK。吼，就是念的哦，拢真温柔，啊，念的雄雄，就是人咧讲的翻脸甲翻书共款。吼，这是第三个特征。第四就是伊可能定定爱甲你黏贴贴，OK， 啥物时阵拢爱黏做伙，吼，你不管去倒，你拢爱甲报告，啊，佮伊会甲你查寝，是，吼，含你上班哦，阮有拄到迄种上班吼，嘛对咧上班哦，无，每1点钟拢打电话来看你伫倒，甚至伊会叫你即马甲你甲伊视讯一下 ，OK， 证明讲你真正伫遮，所以这。有的人会甲解释，就是头拄咱内面有讲叫做迄是爱。其实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哈，一就开始的时候感觉足甜蜜的，但是迄其实就是一种控制跟骚扰。吼，你想你拢无人生的自由，然后因可能若阵讲烧完家啊，还是吵架了，伊就较紧去送一个礼物，OK， 啊，就甲你收买一下，啊，甲你啃一下。啊，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拢是
拢是有可能就是会变做所谓的恐怖情人。所以咱讲吼，这个恐怖情人这个用态有够济啦，可能就是用爱的名过度来去关心吼，干涉也是讲控制你的这个生活吼。咱讲吼，你的这个信息袂当吼1分钟、1秒钟。拢慢去啦吼，伊其实嘛是欠缺着一寡安全感吼，甚至是讲你社群网站的这个password 爱互伊啦吼，手机关机的这个开机的这个咱讲吼 password 嘛爱互伊啦，甚至讲这个言语的这个威胁，也是讲产生暴力的这个行为，拢是可能的这个征兆。当然一开始的时阵，大家拢感觉哇爱来爱去，当甲灭甜啦吼，但是真正发生行为的时阵，亲像委员所讲的，有当时连伊家己都唔知影要安怎吼，第一时间咱个会当安怎做？亲像讲，伊用安尼这个威胁啦，上尾咱请教董事。好，我遮干那一个代志一定爱讲，就是讲，咱若是拄着恐怖的人，吼，唔管伊是你的翁婿，还是伊你的交往的对象，还是你看到这个人，当开始交往，你就感觉伊怪怪。咱就是伫现场爱先保护家己，就是当咱在讲话时，你有看到这种征兆走出来的时阵，咱就先保护家己，莫搁加激怒啦。吼，这第一时间咱一定爱家己保护。第二就是讲，爱像咱这个卫福部遮讲的吼，你若是有想要偷偷离开吼，你要有步骤，就是讲，莫在不要激怒他的情况下，你要收证，而且过来就是讲，你爱甲遮的资讯，甲你的朋友、身躯顶的朋友讲出来，爱讲吼，爱斗3工，搭豆豆来处理遮个代志。最后上重要就是你爱知影讲，咱台北市少侪所在嘛是有家暴中心，也是像阮妇女新知，拢有遮的资源吼。就遮阮批一个，就是讲113的电话吼，大家一定爱了解有这款资源。是，感谢所有来宾，感谢从节目出发，咱再会，感谢，多谢。